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成咱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琴。今仔日来到台南市的水高社，这水高社真有故事，但是在内面佫发生了一个值得大家来了解、大家来理解的这个好的故事，就是咱台湾的国宝。国宝上面呢，专门咧为扛棒、电影扛棒的国宝画师颜进发，你甲看，这是啥人？这不是颜进发老师，颜进发老师伫遮，是嘛？在教学生，安怎来教学生？安怎又搁是度过了伊漫长的画图人生？咱今仔是台湾成咱界。你初初学的时阵，老师拢无咧甲你教啥物，拢叫你看。哦，迄个时阵拢无。那时候他不跟你讲说这样好没有？要看就不要给你看呢。连看都不好你看。想看都无啥，叫我去洗笔的，因为我不要给我看，叫我去洗笔的。哎，你差几岁？那18岁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画1年就开始画了。我有怎么叫到实验？我跟你讲啊，我那黑白的都是以前那画1年时候开始画的，老师都没有改。那字那么全部都我写，进去都写那么漂亮的。我看你线条真稳定吼，真准。对。你这是天生自然的哦。那时候我都打那报纸新闻稿那个。你报纸？一点那要不好打稿啊。你讲报纸安尼安怎？一点嘛，它有那个板嘛。板好，就一点。说那个就不好用了。我专门练那个样懂了。你是讲报纸的这个相片？报纸上它有一点，因为人像嘛唔对。伊迄网坑嘛吼。对，网坑就是网坑。我一点。就是那个比较不好打稿，我就专门练那样种。今麦还有通拗咧。今麦够水了。以前打稿不用这个了，没有那么漂亮。所以你是用迄个报纸的相片去拗的。无啦，唔是啦。我正常较早我学师啊，先就是讲看报纸迄种新闻稿来练。以前我刚进去，拿2月2前，那阵我就足厉害啊。我一般现在对我真袂对，不可能啊。迄就足厉害啊！迄阵就足厉害。是，你讲有正式学过素描？我师傅就是把素描的原理用过了。我是无正式学素描，但是那用素描的原理，他把那素描原理翻过来看板。是用素描原理画过来看板嘛。阮师傅有素描。迄较早郭伯川的迄个师啊。郭伯川的师啊。当然咯。无透迄个功夫。伊是光明独青的。伊个阮师傅就去得市长奖啊，去得市长奖。市长奖。阮师傅功夫足好咧，好。市长审查讲加4元啊，因为伊生歹物啊，头壳闹了，生歹无菜加去。无迄个。这开始了，伊个兼袂当做诶，较早彰化游乐场兼袂当做个恐怖有诶无好，迄阵彰化无。你彰化哈？这个游乐场嘛，恐怖诶啊，个设计有诶无诶。所以伊个材料，个要立名多啊，你啊。个要立名有诶无好，足厉害。这雕塑啊。当然咱这好这种出侪项诶。哇，所以你对伊才偌久诶时间？我10几年啊，我迄阵正式，啥物学师2年嘛，2年一个月200块啊，食个滴啊。一顿食30块啊。民国几年的时阵？民国50，看算啊算到迄阵即卖几档嘛？那50档，现在2023，50档啊，迄年偌济？1973。差不多这个民国62啦。那个年代迄个年代我生意足好诶，读书咧生意用够。你画袂糊啊？唔是画袂糊，那江大湾迄种江大基隆啊，器官政府算个少数无，少数诶，无。少数诶。迄阵好诶，生意足好诶。尾暂时留到话说清楚。老铁话。迄阵王宇头一批嘛，王宇啦。洪武啦。洪武来讲江大诶基隆啊。他们那个年代。强大威啦，德良啦。福生器官机，
哦，咱都来测冠军哈，孟辉，哦，免费，哦，用踢冠军那是，迄种武侠片呢，迄种大作片，就是因消失的时，无啊，因消失的时就是咧，哦，大拢出厉害啦，大家拍动作拢已经张彻，有钱啊，因为新竹必刀你看，新竹必刀你敢看？有啊，我有对着这阵呢。新竹必刀你敢看到？独臂刀王啊，无新竹必刀，张刀，张大伟啊，哦，一手三刀。迄古往我用迄种好用迄个爱用，对，张刀也是我偶像啊。上尾叫抬掉的时阵，伊讲，你无法度啊吼。唔对啊，张刀也是我偶像啊，张刀我好。张大伟你，造型够水的，少年时造型够水，那角度很漂亮，有时一个上迄个，你看那角度很漂亮。你虽然散了，唔知但开出。他不是应该张大伟，应该是对你做往凹墙的。没有，你看那报酬你看看，张刀的报酬，哦，够好个。新独臂刀王，新独臂刀，迄个王宇是独臂刀王。老师，我看你唔是画师哦，你根本就是电影痴哦。不是，唔是讲画师，我真系是讲，现在人孩子要对我怎么对袂着，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无可能。你看我罗根啊，什么奇异博士，你看，迄代表作。你敢看我罗根啊，奇异博士？就奇异博士啊。我无画迄个好，迄个啊，迄个。最近还有画这个油画。这手管呢？这是古早留到即卖，还是我看甲佫新鲜哦？没有啊，那刚画差不多一两年。拄啊，才画1-2年啊，这是你人佫拜托你挑工佫画吼。哦，没有，就用起来如果人家要买就卖啊，没有就留。哦，这后尾这画到进行呢。有。老师，你甲咱讲吼，你画这个物件吼，我感觉有一个上重要的物件，就是讲这光影吼，敢若咧拍灯光的感觉呢。没有啊，它有光暗线呐，它产生立体感呐。有迄个功能，它黑暗才有立体感。光。还有暗，还有中间色，它们里面也有层次的。内底佫有一个，层中有一个啥？免讲。有这粘厝啦吼，设计有这粘厝的。吼，但是我感觉油菜吼，对我来讲，甲油的这个感觉无。油画它比较软，油的较嫩。伊这种才看硬白，你看硬白，我们在用笔画的时候就比较好用。哦，但是嘛要真管呢。啊？你油菜拿来较刮啦，无法度讲安尼，佫抠起来，佫定画，佫创啥安尼吼？不可能画错就很麻烦。就无可能画唔对啊！所以我讲这上厉害就是讲一摆就，尤其吼，这字哦，这东吹这个字哦，佫小像，连这标准字嘛小像。就是有影厉害。就是你的那个打稿那个要拍个爱准呐吼。然后你如果不准，那就不像了，伊就不行了。老师，你敢看？这是啥？这何丽丽啊，少数红星啊。哦，消息的这个红明星啊，他以前一个江州，不知道他们给他卖掉还是拿别人偷走了，用偷去啊。你没有看到吗？因为江州有画江州。像大卫的，你的偶像哦。哎呀，偶像，迄个算讲唔上海偷客，唔那是假买，偷客拢无。何丽丽啊，叫何丽丽。哇！少迄种少数的红星啊，我也足水。老师，你当初时看这个相片是彩色还是黑白？做彩色，这阵是都拢彩色。这把咧？迄个奥黛丽·赫本啊，迄个。哦，这阿最赫本啊，吼。奥黛丽·赫本。所以你外国明星，你画起来印象真深刻。还有啥？除了这阿最赫本，你头仔有讲过？外国明星啊。还有你印象真深刻的。迄有足济啦，嘛免记了。好，咱来看后面这把。哦，这鸟王诶 ，Elvis Presley 哈。这种有一种风格呢。这笔触我就用自己的笔。你家己就去看呢，吼。这用我自己的笔画。这都已经不是本地这个电影的这个扛棒的概念吗？不是，那是那个一个相片的款嘛。哦，你看那相片啊，家己去捏吼。这是用我的笔画，这个还没有办法说会当用算笔画开的。老师，你甲咱讲一下吼，像这种物件吼，这个光影
你教学生的时阵吼，我相信这，因为我家己也有小可咧画图，你教学生的时阵，无一定会当用话语来甲讲啊，你这个安怎呢？你都要做互看呢吼。嘛不一定啦，有时啊讲的伊嘛是，有时啊伊嘛是听无，听无要是啊画起来看啊。爱用做爱画互看吼，尤其这册吼，这册安怎比例讲灯光对遐来，上光明这有一个关吼，像光明的所在边仔就是上黑暗。就不能太足的在足，太足了就差。所以它里面要有变化，伊袂使全部对咧，这个切的个会差。差，你爱小变化，那起来较柔和啦，较自然啦。较柔和，较袂讲看差。这有一种概念，就是讲写实当中还佫有一寡。这毋是写实的这个物件，但是看起来就是敢若真安尼，有一展出伫个，这别人画袂起来。伊算从这光啊，佮有中间色，佮中间色佮有分做当线，即嘛讲我嘛有分做当线。就是看起来是敢若咱用即摆画语来讲哦，敢若3D 啦。其实迄种平图安尼嘛。其实是2D 啊，看起来敢若3D 咧。就是讲伊迄个光暗嘛，光暗。暗的最暗，暗的还有中间色的。暗的所在伊个有浅的，伊分一层次的这个。有展出哦，尤其咧，哎哟，你看这喙唇安尼，红叽叽啊，佮白色色安尼吼，佮光粼粼安尼吼。这真正就爱家己掌握，爱家己，但是普通人无一定能。你若叫画生画的人来画，无一定嘛无一定会当去遮呢个。这是较无法当表现，因为要用枪啊，要较大心较有法当表现，因为这像这些我们有办法用刷子用的。你若以早你画迄个大型的，看嘛，全部用刷子，刷子画。用迄个大。等一下，你看前面啊，就是拢全部用刷子。用大的撸啊吼，无用刷子轻啊，轻啊2寸的轻啊，安尼差不多1倍。没有2寸，2寸，你太高要太差太钝了，所以2寸呢就2寸，较灵活，它灵活，你用3寸呢，较细哈，较细较窄管，较无法当伊，2寸多2寸它伊的灯啊，咱较好用，较好灯，笔触那较水。这是老师甲你教，还是你体会？2寸、3寸。什么2寸、3寸？你讲这个尺啊？我是家用的啦，迄2寸我家用。你家用的吼？较早就拢用2寸的，无3寸的就不好用了。大家都不好灯，带灯。是。这4百。内面还佫有吼。不要用了，那比较不大好。这才要400吼。老师。你想要甲咱讲吼？这其他的这个画图，因为有的油漆吼，色地无甲条纹嘛，所以要家己雕嘛吼。当然啦，你如果程度有到那里，你也主人家讲迄什么色要配什么色了，那跟你讲了，那人家不要谁啊。你程度如果到那高一程度，主人要告诉你要怎样调了，里面就有变化。变化就你自己，爱家己去抓啦吼。对，看那色彩的变化。因为油菜的色地无遐济呢吼，其实。伊有色，上面调4到6、7色而已。它就会变很多色。就家己爱变化，尤其吼，我看这个头章吼，敢若头章的色，每一个头章的色都无同款的。就笔触按比方那么呆板。用出来那不会比较不会那么呆板。你其实，在迄个时代，无一定有人头章是染做这个小可青色，但是甲这个背景看起来，哇，足嗨呢。这嘛是爱家己自我爱家己去想呢。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玫瑰红，如果玫瑰红就分化，那色彩就不出来。如果那是玫瑰红，它比较鲜艳。要带玫瑰红，它能当围起来较如果玫瑰红就不会画，没有玫瑰红那色调不出来。
无玫瑰红就无这红淋淋的感觉吼。对对对。所以在整个油菜里面，玫瑰红。玫瑰红上重要，它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颜色。玫瑰红调白色的就变成肉色。没有，调蓝色就变成主色了。啊，加青。没有，加蓝色。蓝色的嘿，那变主色了。啊，就叫爱色啊呢。对。哦，玫瑰红就是。玫瑰红它有轻重，它也有轻重啊。高甲薄的对吧？你看那个，就是它有轻，它有重。那加玫瑰红，它就分这两段就分出来了。哦。像这都是一样的。你看这里还有带有玫瑰。一般鹅哈。不是，竹叶都黑了，它还有带玫瑰红。那比较不会，我一下都跳过去了。那个茶，这我头一摆听到玫瑰红的吼。哦，所以这画这个扛棒上重要的，玫瑰红做就中间色。哦，好，不是中间色，就是它才能调得出来啊。才会当调出来各种各样的这色啦，吼。嘛才会较灵活吼。看板的颜色就比较鲜艳，就比较好啊。等一下你要试验看就知道了。是。还有那个暴力叶后，那笔触就很漂亮。暴力叶了，因为暴力叶。爆出来。爆土的爆了。爆。力无几类。暴力。哈，这类，暴力。暴力叶，哦。叶。第三字是讲什么？暴力叶，我们知影要去看。好，咱来遐看。好，谢谢。好。贵体跟我们基础。我学设计的。哦。本身是学设计。所以主细汉就有咧画图啦，哈。有啦，有在画。但是你有画过正式去拜过师傅啊，还是讲去那么办哈？对，是我学校教的，但是没有那么的架构式，对，没有那么从打框。较无啊结构性啦，对。但是以早有过透视，还是讲其他的一些透视啊？有。之前读室内设计，所以你算作有基础，有一点点基础了，但是不一样。我觉得那个风格跟画法其实架构理念不太差别在哪里？因为它是等比放大，好，以往都是我们直接就是放到上面去，老师其实不会再教你怎么让它比例是一样，维持同样的比例。学校老师不会教。你刚刚差别在哪里？你可以体会。就是你会保留原本的架构，不会让它变形。画图的架构不会变形。哈。对。其实西洋画内面有类似的方式，有咧做画，譬如讲隔家啊了后，某种程度，倒一个是主景，倒一个是透视，一个晚景安尼。因为这里比较没有透视的理念，这个都比较是海报平面化，所以它比较没有像一点透，对，它不像那个室内设计或单点透视或者那个透视，其实理念是不太相同，因为它是平面的，对，所以它是会用格子的格子点去对点，让你可以同时，因为像这个是2寸格，这个就是6寸。你讲的触笔在哪里？触笔我觉得第一次画那么大幅吧，以往都是纸上啊。10号啊。对啊，就是比较少。尤其是用油漆咯。对，以往的要么是油画，但油画干就会比较慢，然后不然就素描。油漆会当一顶的塌起来，佫会让它烤掉啊。对。这油漆可能就无法度。油漆我还没试过呢。还没试过吼。试了再跟你讲。那现在来看卖。好，感谢。我有基础还是没基础？有这样子。你家己有基础还无基础？我应该算没基础，只是我比较有兴趣，对画画有兴趣。好。但是你安尼准，然后画偌久的时间去？这样子吗？不是，我讲你。你说我接触画图嘿。从小吧，我大概有15年以
安尼是有基础呢。可是我没有学过画画，只是自己画。科班呐，对，就自己兴趣画画而已，看人家画什么。所以恁家同学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啦。不一定，我不太知道。不一定哈。对，有些是，有些可能没有。啊，你哪知影是网络顶头看到蓝老师有咧教？对。啊，才来学。对。但是你哪不爱去学这个？譬如讲，油画啦、生油画，还是讲其他的画，过来学这个扛棒。因为之前就看过很多次这个，然后很有兴趣。因为老师毕竟就已经画很久。好。对，所以我没有额外去学什么油画。我知影讲你18岁进前，其实你去做别行。没有，去未学扛棒时，我有去学西装学，去台北学1个月。迄头家有教，拢无甲薪水拢无较银好都无。1个月啊，啥物钱无？拢无钱哦，规个拢闭结。迄也无人食果子，拢食迄饭，啥物菜汤尔。1个月拢无食果子，闭结，规个拢闭结，我拢走，站袂掉。赚1角银好都无。赚1角银，赚1角银薪水拢无。是台北市吗？台北市。哇！迄算阮阿嬷的迄边，介绍去的。哈。算阮阿嬷的迄边是啥物？迄是啥物迄落？来外妈迄边的亲戚。要讲因囝，甲配会员去哩。有够我是活要惊死，我配会员，我惊毋知会毋会甲我安怎袂？迄个囡仔囝来啊！15来岁。你配会啊？配会员去哩。无坐车，然后用会员甲你去。用会员甲你载去？载会员，然后叫坐会员去哩。那会遮酷刑啊！我MC。我惊死，我干在做这个毋知安怎袂。转来嘛，甲配会员转来呢。甲配会员转来呢。你有甲你妈妈讲？迄无路用。迄个囡仔才知影咯，毋知影要斗啊？毋知我咩斗，我嘛毋知影那迄落。迄国民老3、4年、4、5年的时，那是5、6年的时，应该毕业无？毕业啊，12岁。无，16、17岁，因为我未来学，未来学迄搁去在高雄哦。阮老伙仔讲叫介绍去高雄做车床无？做车床。车床。我一支手当迄个车床架落哟。好啊。拜托，你国宝呢？这支手。好啊，有伤。做光小，规个手然后配搭架入去，规个手拢无安怎，拢无受伤哦。哇！做光小迄个样，真正。无我去断，我就毋免你话啊。不是，我真正，这我甲你讲，你天光仔囝。天光仔囝。你架入去拢无代志。完全拢无安怎。伊无车床无，配搭架入去。那通常迄车床入去，规手拢无去啊。好啊，有伤。迄是台北之后高雄。哇！我惊着，我1个月我就死人讲，我规世人我拢无爱做，都任何工作拢无爱做，我就干固定看板啊。不，你转来了后，你就决心要画。我啦，迄阵拢还未画看板，迄阵还未画看板，迄阵拢还未去做看板。哪会来你行来这度？就你一直吹。无啦，迄是较早是，因为我真细，迄阵我细汉迄阵我国小比赛我就第3，我画图比赛第3名嘛。第3名我迄阵毋知初中毕业，我读1档就袂读啊嘛。阮兜迄阵都有报到新闻课，我无电影版迄个。我当照电影版介大画，我叫做成诶。我问阮遐个人讲，台南敢有人画看板？伊讲有，我走去找阮阿哥。我真来学1个200，食家己。阮阿哥迄阵500块，我吃2只，1顿食30。咱配菜汤沾鱼仔吧，个蒜皮吧，剩迄这边3-9公斤啊，几公斤？熬2年哦，来啉2年。2年这边转来嘛是嘛，迄阵那个他无食。陈老师吗？迄阵是陈老师吗？陈鸿勇？没有。另外一个老师。无迄阵陈鸿勇。陈鸿勇陈鸿勇。迄阵是做延平，即摆正大书记无？较早即摆起大楼。延平迄代啦。无延平迄阵无要去起大楼，伊算还未起大楼，算二本厝嘛。我落时代尾也去起大楼那迄落。
哇，这艰苦的呢。哦，拢一顿我30，一碗饭食饭水蛋只，菜汤水蛋配安尼，拢无鱼啊肉人配哦，肉到3皮包，真诶，肉买3公买49公斤的，爱39公斤啊。你做兵啊？无啦，有做3档啊，迄阵做3档。做3档兵哦。佮金门，金门哦，马祖3个月，金门5个月，台湾2档哦。哇！哦，你少年时阵艰苦呢。哦，艰苦。佮拄好安尼，安尼泰国老爸咧，哦，做夭寿的。有叫你钱拢爱摕转去？无啦，无啦，参加角银花嘛无。我学使阵拢无办角银花，我家一个安硬当的迄落。你学使啊？我老伙仔拢毋捌去办角银花，那么苦哦。我就是要有功夫啊。我就坚持，所以拢无来。我讲一定要教学较好，要学起来，硬坚持的迄落。我本来迄阵我细汉阵一定做有天分啊。我一档就为了水啊。无啦，咱坦白讲，你真正有天分，才有像老师你安尼。哦，即摆囡仔对我，即摆囡仔对你袂对啦。太严。哦，差伤啊。还佫会当食苦呢。哦，无法度像我即种。咱听了真甘心呢，你看迄个年代，我要。像我即款呢，无可能。上战的着，无可能嘛。啊，你退伍了后咧？嘛共款拢无好。真未穿的阵啊，食人头一个1、2万块，2万几块。安尼生活。连某都免娶。就是安尼。哦。迄阵嘛做囡仔，嘛对咱袂好。安尼讲，咱毋能趁钱人来包的，嘛毋敢去人。你毋敢人娶？嘛毋敢去人落。你有感觉讲你天看囝吼，老天吼赐予你这个手，这个目，吼有这个头脑，你会感谢？拢忙种着啊，讲我种了眼泪目睭啊。全世界拢有名，著名高子的，村拢无名，无我才有名。像阮99代那出我安尼名，拢无啦，拢无办法种着，拢无。你比这阮教较有名吧？阮姓颜的内底吼，拢无办法，无像我这出名，有名没有？你比这阮教较有名咯？我较有名，是毋是？所以你比这阮教较价值吧？我全世界拢知影，伊会无名，因咧拢无名，都99代出着我。安尼人生有值啊！哦，看偌久，2000年前我演会，你知吼？到我即摆99代啊。迄无人讲啦，迄人嘛毋像讲，严庆章啦，严春朵，拢阮家族的，严水龙无？孙祖啊，恁家族的？阮家族，严水龙拢是严水龙。严水龙哦。严水龙嘛，拢阮共家族的。拢会赢的啦吼。毋是啊，拢阮家己啦，拢姓颜的，拢共家族的。即摆伊迄个严水龙无迄种纪念馆，无离阿妈厝无，阿妈厝阮隔壁。即摆是讲。你怨叹家己有命袂？你会怨叹家己有命？安尼讲啊，人生安尼讲，即种全部拢我打到，拢利用我出来。你画一年就画哪呢哦？蔡依林啊，五月天啊，不羁的，真侪啦！你头头拢走来找老师讲要合作啦。因为我营销吼需要做一寡工作，阮现在前后有差不多有5年的画师，其实阮最近才带上久，搁上认真的画师。老师，你这用偌久啊？咱们这不是你的，但是你这创偌久去啊？有戏台就有啊嘛，吼。这把有了，小好了。你去学扛棒弹5去啦，吼！你有影去学扛棒弹5去呢？小弟分教你弹我好无？哦。对啊，我分教啊。哦。哦，老师。这里没有东西。什么没有东西？你的东西才多着，你没有东西。加东西啦，哈。你看，这叫得奖啊！这得奖，这我改设计哦，这得奖有哦，这种改这种历史博物馆收藏啊。这2张在做罗根，什么这个皮博士。哦，你看这歹画呢，这敢若咧吹手。画一工尔。
这带个错啦，这梅西啊。梅西吼，就是这啦吼。较早我有一张学生，有一张画遮水个，洗衣练足好多，这种全部拢我打搞，拢利用我些。你画一年就画那呢哦。这个也是又画1年了。这个房屋啦，打入画呢，遐水画遐水你都看。刚进去就画这么漂亮啊！那种彩色的，迄种。拄啊才来彩色头一步哈。迄个年代呢，相机拢5倍。这个当时都是彩色，这个都是我打的，这个都是我写的字，这个都是。你家己写的字哦？我打入就写水了，这叛逆哈。你看叛逆，刚进去住都写这么漂亮啊！打入学生就遮水了。这字体要画到安尼吼，即摆做毛笔都去写哦，写不定出来呢。我直接写来，我直接用，我直接写的了。这我出册，出书了。好像做书，咱出册无？出册了。我出一本册无？哇！这这我18岁、18岁的时候，师傅帮我画的。恁老师哈？我补充这张我18岁时，师傅帮我画的。帮我这张尔。这原白伫倒位？伫阮师啊呀，阮师傅收藏起来哈，顶呀，无阮师傅顶呀。这张原图是师傅的顶呀。这张藏书呢，看那藏书。点摆这。黄作生又来找你哈？有啦，这翕了。伊个金马影帝啊，这个什么呀？文学画，文下画的。这。你放是画了真侪文下的哦。无啦，真叫我画，羽毛豆这张黄玉道都占无。好。那我孙子中签名，拢本人签名。这台南市国会树林，2018台南，我还在唱蔡英文。无简单诶。今天我水吼，我改设计。改设计吼。因为这件老有我把改天的。改天的吼。我怎设计啦？这有意思呢。其实，师傅啊，你应该做海报设计。安尼啊？无菜去。无菜哦，无菜去。我没啊。你没啊？没啊。安尼。这样我教的，妹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浙江甲话啦。我啦，白啦。白讲哦。我嘛爸爸妈妈哦。爸爸妈妈缘投佮跟李安翕相啊。李安签名大叔啦。大叔啦，李安。台北无什么我也是秘书，我参李安做翕相。李安无。对。李安签名，迄阵我记者会无，迄阵。迄阵恁这出的记者会无？对。我甲迄个。相知杀手吼。这张虾啊，我讲这2张。这2张吼。文下无？文下参访的，这张无毕卡索迄张，我画的毕卡索迄张啊，毕卡索。对。这在香港东南路。你画去到香港去？他钱都机票都慢慢出的，过天啊10天，迄还袂10分钟，还袂清，还袂时间过用，迄还袂暴乱，还袂迄落。还袂发生疫情过月啊。今仔库完无台北无？今仔卖40万，建筑公寓伊8万户。我蔡英文参到金牛。你迄摆吼？参蔡英文去参赖清德翕相。老师，我会记得你上厉害一摆是去迄个香奈儿吼。科技啦吼。我画迄永康街啊。画伫永康街啊，科技啊，迄是直接咧画，才调去台北。直接去遐画哦。哇！真还袂起粉照，这是用那拖把拖啊，好神拖。用好神拖写的哦。我用拖把写，我写的啦。好神拖叫我用的，拍这落伊个这样子。这嘛用拖把用的。这地方拢拖把拖。哇！干净利落，干净利落。对啊，这字个吼，这行气个赞。直接用个拖把拖啊水。你真正，老师，你真正去有扛棒等我去哦。
啊，要永康街无？双方主蕉。永康街啊，方主蕉吼，叫咱去一个哈。这有名嘿，这永康街我去过，方主蕉来迄个，咱们菜市场。沾棉毛迄种，沾棉毛迄种，这些有价值啊！棉毛，这些有价值。啊，这文化局长。啊，文化局长啊，叶局长啊，吼。就算是。对。啊，迄阵有迄小丑。啊，小丑啊，吼。迄阵嘛，甲方来做正常。我上采用迄两间上。传统迄两间上。你甲？蓝老师，季节安尼相处才有偌久的时间？大概将近要20天哦。20天吼。因为阮现在前后有差不多有5年的画师，伊是阮最近才带上久，啊个上认真的画师。所以伊是这20年才开始甲转美合作。因为阮之前一款画师可能画3档5档就走啊，啊严师傅伊即马伫阮这阶段嘛是将近要20天的时间啦，所以来电影看板的烦恼拢是我来互动的，伊需要啥物图？你迄阵是安怎找着伊，还是伊小街？严师傅认真来讲是阮爸爸去找着伊的啦，伊有可能伊有去遮附近的县台有探听啦，迄阵伊也伫国花还是迄个统一有画这看板嘛，伊也真认真画，其他画师可能各方面拢转度较济啦。你像尾阮这一寡画师家己去做个人的工作室，画个人的人像，做其他的行业。伊一直坚持。伊拢坚持画电影看板啦，对啊。所以阮爸爸邀请来，我就下去指教。但是我感觉转美对伊吼。无共款的想法吼，那是一个画师啦。咱今日去水沟社，你甲咱讲，现在会变做小街去到水沟社，要来做展览，要来做画图因为老师喊我吼是换贴的啦，我拢还讲我穿一领裤啦。咱老先生和老画师吼，真正是伫这个时代吼，无拍拼，无团结吼，真正会走入咱历史的洪流内底入去啦。当然有一届老师就讲伊无经费嘛，想要借后个月薪水。我讲老师，你看3、4工前等我借薪发薪水尔，你搁要搁借？我想安尼不忍心，我讲你要借钱要创啥？伊讲伊要学油画啊，要去向老师学油画，要学这技术，要去家己要做工作室。我讲安尼唔对啊！你明明你就是老师啊，你本身就当教人啊，你教人你嘛当趁钱啊。我迄阵我就向阮太太决心讲帮伊创一个手绘班，伊就加一个活路。所以第一届我嘛真感谢永福国小的校长个老师，促成讲借因的电话卡，好写一楼的电话卡，第一期来要7、80个学生。我是要教袂起啊！我一阵唔知影，名声伤透啊！先讲要来不管啦来当然大家都介绍一下一阵拢伫咧教室席地而坐拢坐咧坐点帮伫头前坐画，应该第一期嘛是有30、40个学生画。偌久进去？迄头6、7档啊。哇！7档，主要唯一的开始。尾搁转来转美遮，伫咱的市路遮画，这个代志当然有迄个广告力啦，渲染力嘛，先囡仔对这看板有兴趣嘛，拢3不5时就报名，刚开始报名无安尼踊跃啦，差1个月开差不多有1班无，尾有一个阶段每礼拜拢有开班，最近当然是老师的行程种配合来看开班的。个比率上，基本上老师的报名，基本上到差2、3工、3、4工来就拢满。拢满。然后嘛袂当上济啊，差10个左右。对，教无法度教，一个大家拢教。是。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做这个手画班一方面帮老师这技术宣扬，伊也当趁一寡活路其实这手画班对老师真有帮助啦，真侪像迄个技术家，也是咱的。像迄个蔡依林啊、五月天啊、屈吉啦，真侪啦！你头拢走来找老师，讲要合作啦。因为有一寡营销需要做一寡看板，
哦，所以你会当 Google 老师的作品吼，唔是单电影看板尔哦，伊可能是全世界画上侪幅度的其中之一啦。我唔敢讲第一，但是应该是上侪啦。哦，因为伊的画风佮画法吼，拢大量的生产嘛，就快很准嘛，吼，即个环境吼来画，所以看板伊过去伫咱电影伊嘛需要每礼拜要换新的看板嘛，所以因的技术上。因为师傅的要求一定要紧，速度要紧，个画啊袂使伤歹，哦，个讲究个效果，哦，讲究个构图。所以其实老师的物件，我尾仔归纳起来吼，像咱即马手绘班，即马画，即马较大朝着高中生尔，其实佫有高中生、佫大学生的课还袂到，因为老师的课吼，应该是爱有一个专门吼来设计吼来包装。其实老师是报了。伊的物件弄好，伊知影足侪。伊像迄个导时间的构图，安怎摆，安怎组合，啊大细，啊搁伊个位置啊放伫倒。你像真个迄个赛德勒巴莱，我著试验一解，我著讲吼，老师，我即本册互你，啊你家己拣，你家己画，啊个画起来一包赛德勒巴莱一张图。我其实明信片有一张图。哦，一张图其实吼是咱。差不多经过30档吼，搁一个大型的制作的看板，一代是用12地来画，哦，爱家搁画立体，立体就是迄个赛德巴莱，迄个刀啊，伸出去，安尼，哦，伊搁捅出去，安尼吼，立体，哦，啊，当然过去的看板，我来讲，大学生就是立体啊，就是这看板啊做立体，毋是较高级的啦，毋是平面的，佮个捅悬、捅低。啊，左右也是表面上啊，佮捅出去，哦，这就是即摆我想要建成4-8档来做一届立体哦，大家看，啊个包括霓虹灯，霓虹灯哦，爱个加霓虹灯，因为暗时啊看无，暗时啊你必须要用迄内底图样，霓虹灯个加强，也是讲个具体迄个片名，哦，是讲台南4-8档嘛好，还是讲这片名好。也是伊个动作嘛好，你无看迄个拉斯维加斯吼，迄牛仔吼，伊会向你挥手，哦，啊无爱摕起来吼，对，类似安尼吼，霓虹灯就会效果，安尼，哦，啊，这就是过去迄个看板吼，上奢华、上辉煌的一面啊，这就是我讲的，这是大学生的一个看板的设计。有呢，老师就记我看，伊讲伊做师啊1年出师了后，伊就开始画消息的。这图就是一条倒摆，人就捅出来。对。哦，就是迄哦。对。这咱看板艺术吼，当发挥到真淋漓尽致啦。哦，伊这综合性的吼，啊，佮甲这个行销、甲电影、甲戏台、甲城市，吼，拢会当夹到阵的。是啊，所以你讲咧台南4-8档，我的定义是安尼啦吼，咱住伫台湾啊。也好啦，台南也好吼，各行各业吼，100档啊一届，即庆祝生日的时阵呢，你较无展现你上厉害的物件出来，大家看者，啊难得一届啊，一档的机会安尼，所以这代志我一定想足久啊。是。当然嘛，相关的部分题外话啦，相关的部分我嘛想要做一寡灯笼来夜游咱的车站，即个古早行啊。迄个灯笼我嘛想要做一个太阳能的，太阳能一方面，你讲挂伫外口，嘛当做装饰，啊，甚至充电，暗时啊，你嘛当摕出去挂灯，也是摕来室内做电火嘛，袂歹，真有气氛。这是我最近嘛是咧筹备的第2项工作。是。当然佫有一个万圣节，阮最近有咧加强元素，元宵宫北加强，因的祖庙就伫迄个白龙庵，就是阮车站即个区域尔，伫个珠江街尔。咱台南人的万圣节。对，阮是用咱加强迄个面谱，伊个感觉就真威严啊，袂输外国噶啦。是。当然伊个面谱嘛当个。进一步搁来发展，美术化吼，咱台湾的元素啊，动物、植物啊，蝴蝶啊，
咧元素当画去嘛，拢会使啊。例如这鸟啊啦、草啊，拢会当画去。所以今年400档吼，用这个元素吼，是毋是甲结合老师的彩绘这个因素，甲结合伫个面谱佮灯笼的顶头吼来做这个结合。是。啊，所以彩绘这个物件吼，这几档我是唔敢讲是老师的经纪人啦吼，但是我当然希望老师的物件吼会当好用光大啦吼，一寡物件会当佮继续延伸出去啦。哦，这是目前的计划啦。上尾一个问题吼，你感觉你甲伊相处20几档吼，你感觉老师这个人上大的好处甲特色，甲还是讲你要对全国的观众朋友讲，老师这个人的这个画作甲伊的作品甲伊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老师是真台语会当讲调直，啊真故意，啊嘛真淳朴的一个人。有影听了就唔甘的。是。啊，当然，我这几档来，我和老师的关系吼，嘛想要朋友嘛想要处理的人吼，我爱关心照顾啦，用感冒知影，我嘛是爱问候一下，也是安那带去医生遐看。哦，啊种老师其实是真咱台湾人的个性，真朴根朴重，种真调直、真好的一个人啦。啊，伊嘛对家己的饮食真要求呢，伊袂食一寡什么化学添加的，一寡什么豆油啦、酱料啦。我大概讲要含这，讲袂使学白食，伊嘛我念倒对。哦，严格呢。伊都袂使学白食物件。哦，啊，所以本身伊。在教学生，伊嘛真欢喜啊！伊嘛讲安尼吼，学生啊互动，少年的互动吼，啊，伊的基础会当完成伊。即摆目前应该有超过800个学生啊。啊，当然有教理的，应该嘛有超过30、50个学生啦。有来讲学的，啊嘛有超过正10个学生吼。我想讲看板画袂利吼，啊，请遐学生来斗画。斗画。阮咧看板。所以。伊的技术是有传承入去，哦，那进一步，当然有一寡个课程吼，是毋是爱过来规划吼？这是我思考的物件。啊，搁迄个组合的迄个物件，爱搁让大家展现出来。是，咱的等待400年。对。你看到颜老师的作品，咱全美戏台来展现，尤其还有行动式的吼，让咱消解咱整个。台南市400档，咱台湾人的价值，是颜老师的价值，咱全美戏台的价值。全美戏台佫有一个真大的内部，真够有讲到台语影展啊！我今年8月中到9月中有办1个月哦，全美2厅，拢做台语的影展。哇！你毋知？安尼一定要来。哦，啊，阮会安排差不多200-300场的电影吼，做迄个。咩啥募款啦吼，来募资集资啦哈，集资哦，用电影啊，一张票可能100块尔，哦啊，大家有机会来我买票，阮支持。敢若食会，敢若老烈安尼。对啊，最后一礼拜，阮会有超过20组那个剧组吼，会伫咱台南遮拍片，啊拍20几支片，啊然后尾后一天会颁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哦，咱一个戏台办甲安尼。迄金马奖的规格啦，是。全美奖的。全美奖。哦，全美奖。对啊，我拢开玩笑讲，阮这是台湾的坎城影展，恰坎的坎城影展。恰坎。啊当然是金刚家的坎城影展。哦，你澎湃。哦，对啊。恰坎澎湃。所以这就是拢爱整体结合啦，还是功夫爱练到整体到。面俱到，咱全美吼有够主题。是。咱台湾新眼界，世界万人台，台南万人台，拢伫咱啊全美的戏台。哦，尤其咱真期待哦，咱哦颜老师那是颜老师一个人，全美戏台毋是全美戏台一间戏台，是整个台南的历史，400档的历史，咱期待7、8月的时阵，台语的戏。台语影展，吼，啊，另外全美奖，吼，到时阵，咱斗阵来期待，万人台新眼界，再会。